恐怖在線，返去舊時嗰度。返去舊時嗰度，今日我就企喺尖沙咀海運戲院嘅前邊啦。咁啊，啱啱咧睇到個消息啦，咁就係海運戲院喺嚟緊6月份咧就會係結業㗎啦。哇！一聽到呢個消息，其實咧都有啲黯然神傷啊，因為咧呢一間嘅戲院咧，其實係香港真係少有啦，咁大個銀幕啦，坐到450幾個位置啦，可以話香港咧都算係咧絕無僅有嚇，即係數一數二呢啲大戲院。嗱，提到海運咧，其實佢好風光嘅年代啦，好多明星啊、巨星啊都會喺度咧搞佢哋電影嘅首映啦，譬如咧李小龍都曾經嚟過呢一度啦。喂，但係而家執笠喎，我咪識啫，大勢所趨。陰公啦！呢個海運，你嘅心情係點？咁佢結業，咁咪影響我排片咯，家都頭痛緊。開始有啲都市傳聞啦，你就問你就OK，都市傳說。喂，明明咧都冇人買嘅，但係點解咧揀位嗰啲唔俾買就 block 住咗喎？有典故嘅，係咁咪梗係會留俾啲特別特別嘉賓嘉賓睇咯，係啊，專登嘅。我嗰陣時候喺油麻地，我就喺裏面撞過。係咩？有人就問我啦，搭我膊頭，喂，有筍嘢你睇唔睇啊？然後我搞掂咗之後，轉頭乜都冇。